唉，等陣仲要3場會要開，又要準備資料，仲要寫 minutes，真係頭都大埋啊！咦，做咩咁煩啊？我等陣有3個會要開啊！哦，其實我哋 Gonikum Leota 咧有一系列嘅智能商業方案，佢可以幫你簡化工作流程，咁以後開會咪變得更加輕鬆咯。真係嘅。OK。首先當然係要印好晒會議所有文件先啦。我哋嘅 Bishop iSeries 打印機配備咗生物辨識功能，只要用塊面或者掌紋就可以快速驗證你嘅身份，並啟動列印程序。咁以後就唔使記住密碼啦，佢仲識得做埋釘裝、排版，方便快捷。拎份文件俾老闆先。哦，唔使咁煩，用機械人做咪得咯。咪啦，唔記得咗 book 房添。哦，唔使擔心，我哋嘅 Room Booking System 咧能夠集中處理辦公室內所有設施。你可以透過平面圖清晰睇到各個會議室嘅使用情況，只需簡單幾個步驟就可以 book 到房㗎啦。哎呀，唔記得要清洗間房添。哦，唔使急，開會前撳粒掣就可以叫埋清潔機器人清潔個會室啦。耶，開完會啦，唉，不過仲有個會議記錄要做。哦，唔使擔心 ，AI 會議助理已經自動生成咗個會議記錄，send 咗 email 俾你啦。咦，咁之後就得咯。彈得啦。耶Konica Minolta